各位兄弟，大家高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23讲的讲塔。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苏清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阮伫天的爸，阮往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今仔日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阮看见你的疼伫阮中间，做洁净、拆毁、管教，也做医治、安慰甲栽种。你要引带阮，照着做伙读圣经，搁较明白圣神，明白耶稣，明白上帝的心意。阮感谢你，为着阮的教会兴起牧者。牧养群，互阮会当刚强壮大，无失落一只。你也要为着阮的国家兴起公义的基位，互阮的政府治国显明，互阮徛起的土地有公平甲正义。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咱昨伫耶利米书第21章的时阵，来看见。上帝来预言耶路撒冷要灭亡，随时也看见这个南国犹大受到3摆的受掠，分别是伫主前605年、597年、586年，伫最后3个王的中间，拄着3摆巴比伦的受掠。伫这个受掠的中间，也直到这上帝话通过耶利米，拢一一来实现。伫即个约西亚落来的3个囝，有3个囝来做王，总是对约哈书，但是伊受掠去到伫埃及，然后甲伊的阿兄约雅斤来做王，总是约雅斤就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用链链去到伫巴比伦，然后伊的囝约雅斤做王，约雅斤尾啊，过去要找埃及，所以搁互即个巴比伦来，搁甲因攻打，然后约雅斤嘛受掠到巴比伦啊，然后再搁到伫约西亚最后一个囝西底家，做即个犹大最后一个王，伊犹原嘛是受掠去到伫巴比伦啊，所以这最后4个王的中间，有诶去到伫埃及，3个去到伫巴比伦，完啊搁对巴比伦转来，但是呢。看见国家非常的悲哀悲惨啊！这是今仔日22章到23章，咱会看到上帝拢有警告。伫昨21章讲到是21章到23章这段呢，今日咱要读的昨甲今仔日这2段呢，是来讲先知来谴责这个君王，因拢无来听上帝话，所以昨看到西底家王，伊派人去找耶利米。总是无得到耶利米好消息，但是其实咱嘛看到上帝叫因就爱来挖头，叫因就爱投降，安尼因才会得到安全。但是因是不是有听？咱看起来是无听上帝话啊。然后今日要看的是西底家上帝呢，继续劝勉西底家王爱行公义，才会当延续这个国家的位甲这个国家的权啊。然后煞接对这个王阿哈苏王、约哈苏王、约雅斤王，甲约雅斤因这约西亚的这个囝甲孙，因要安怎样受掠？除了预言，嘛有责备，嘛有口劝，嘛有这个劝诫，讲上帝所派这个统治者，就是尼布甲尼撒，伊要来到，伊要将百姓对这个最后上帝。伊要游玩，将这受掠百姓对受掠所在倒转来，上帝要兴起牧者，来继续牧养上帝的子民啊！咱就来读今仔日的这个圣经节，因为苏清长老爱去做车长，所以牧师就来带大家来读。但是咱来对22章的第1节，来读到第8节。上主叫我入去犹大，这个切换一下。22章第1节到第8节，上主叫我入去犹大王境，甲坐代表王位的犹大王官员以及耶路撒冷人民讲，要注意听上主的话。所以伫遮咱看到，上帝爱耶利米，即马呢对外口的这个市这大街小巷，然后到圣殿，然后到君王要经过门，互王会当听到这个信息。即马到22章，耶利米伊正式的进入到犹大王宫，底下来讲答下面这个话啊，这个话是对王来讲的。第2节到第3节，恁着秉公行义，
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唔通虐待，也是用强暴的手段对待外族人、孤儿寡妇，嘛唔通伫即块土地留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上帝对每一个王的要求。为什么上帝要设立王？就是为着要来照顾这个弱势，照顾上帝所有子民、囝儿。第40，王，恁若切实遵守我的命令，坐大笔宝座的君王，甲遐个官员，人民就通坐马车，也是骑马，经过城门进入王宫。意思讲，这个国家就会正常运转了。所以这个王伊要安怎骑车坐马，上帝拢会甲伊指定。毋过第50，恁若无要服从我的命令，我只家己立誓，这个宫殿会成做风波。我上主安尼宣告，上帝讲，这个王若是毋听上帝话，连这个城互你困的所在拢无。第6，对我上主来看，犹大的王宫亲像基列，亲像黎巴嫩的山顶遐尔水。毋过我无要互伊变做风波，无人徛起。所以虽望因对基列、对黎巴嫩，遮侪遮远的所在，从南到北，对山顶运遮的茶来起遮的宫殿。但是呢，上帝嘛要共款，互伊变做是风波，无人徛起。我会派人甲伊毁灭，因会带波头来测断遐个百香枪侪会跳，甲协落火。所以这些远道而来，砍来的香柏树，最后呢都被丢在拿来生火，摕去做火炭来烧啊，拢拍算去啊。有真侪外族人经过这个城，互相讲来讲去，上主是安怎安尼对待这个大个城。有人会讲，是因为这个城的人违背上主，因为上帝甲因立约，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所以这段呢清楚讲到，头前咱看耶利米书，因拜偶像，因无照顾这个善下人，然后呢，因阁无来遵守上帝的约，所以上帝然后阁无听先知的话，先知可肯的话，所以上帝即马呢，就是要来行这个代志，要来毁灭这个百姓。其实伫这个第80到第90，咱会当追溯到将近400年前，这个所罗门王将圣殿起好献殿的时阵，历代志下第7章，上帝回应这个所罗门的祈祷，就讲这个城，这个殿的人民，亲做上帝名下的子民。因若听上帝话，上帝会甲因指定；因若毋听上帝话，第8、第9节就是伫列王记上第9章，上帝嘛讲同款的话，上帝犹原是手下不会留情啊。继续咱看，这个是约哈斯王，约哈斯王，就是约西亚的囝头一个起来做王的，但是伊毋是大囝，他不是长子啊。约哈斯，伊只有做王3个月，伊伫主前632年出世。约哈斯做王的时阵，到伊23岁的时阵，因为反对埃及的立场，所以因为是安尼，他反埃及，有可能安尼受用主来继位，但是做王3个月就叫埃及来废掉。然后伊嘛去用狩猎去到伫埃及，死伫埃及了。所以咱听这个历代志下36章，就看到这个约哈斯王伊的故事。约哈斯犹大人唔免为着已经死去的王哀哭。这个死去的王呢，不是讲约哈斯，是讲约哈斯的父亲约西亚。为什么呢？唔免为着伊悲伤，就为着伊的囝约哈斯哀哭。因为约哈斯狩猎未阁转来，未当阁看到家己的乡土，有关继承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犹大王的约哈斯，上主安尼讲，伊狩猎离开这个所在，永远未阁转来，因为死伫狩猎去的所在，未当阁看到这块土地。所以这段到底是讲历史事件还是讲预言？有两种的看法。有人认为讲，这就是这个约哈斯约西亚时期上帝就已经来预言，嘛讲这是已经发生了所以有的认为是在约哈斯后面的约雅敬的时期，也有认为是在西底家最后的时期。不管安怎，这是咧讲到约哈斯嘛叫做沙龙，Shalom，就是平安啦。
但是这个是头一个狩猎的王，狩猎的时阵呢是去到伫埃及，也是去到伫埃及。等约哈书做王的时阵呢，这个耶利米他已经开始服侍伊嘛差不多30多岁左右30几岁左右。所以伊嘛亲目睭亲身经历上帝讲的话发生伫这个时代身上。煞接是这个约雅敬，约雅敬是约哈书的阿兄，伊做王是11年过的时间，伊大约是634年出世，主前634年出世。约雅敬呢本来叫做以利亚敬，或是另外一个以利亚敬。伊是25到36岁时阵呢，来坐位做王，就是609年到598年。但是伫这个中间呢，伊来臣服于巴比伦无听埃及的话，所以反反复复，一下伊看到伊的这个小弟向掠到埃及，伊就想要另寻出路。结果呢，找到这个巴比伦，伊嘛感觉巴比伦袂当靠，所以到主前605年背叛巴比伦，造成巴比伦第一次来掳掠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代志嘛是伫历代志下36章、列王记下24章、但以理书第1章，拢有讲起到这个代志。咱看这个约雅敬，这个人有才华伊用无公义的手段去家己的宫殿，所以这个人就是指最后会看到18节，这是指约雅敬，用无公道的方法去留厝，以互家己的同胞做白工，拢无互因工钱，就是免费一做王，那就压榨劳工，虐待人民，来满足自己，为着要去家己的宫殿，他想要像他的祖先大卫、所罗门一样，住豪宅，买这个高级的大楼，要来徛起，但是用无公义的手段。伊讲，伊就是约雅敬，我要为家己去关牢大厝，甲厝开窗用百香茶装潢，壁旁插红色，这个红色是当时这个贵重的颜色它是用特殊的材料才能够制造。你15节，你用百香茶做高贵的宫殿，要表示你比别人较高做王是无？你的老爸囝毋是秉公行义，一世人享受福气，事事幸福。这个25节的第22章15节，难道你造了比别人高贵的香柏木宫殿，就表示你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吗？和本翻成你做王就是要盖香柏木楼房真圣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香柏木，这个约雅敬王陷入情绪烦躁的激动当中就是心神不宁为着这个豪宅为着这个厝这个官牢结果心神不宁陷入争胜这个是在现代中文译本现代台语没有办法看出没有翻译的意思但是在原文里面又是为了香柏木就是为了这些材料然后主要是为了房子结果呢情绪烦躁心神不宁这嘛是咱现代人甚至最这个领导者最市长的为着要来买厝为着要来看豪宅结果就用不公不义的手段以约雅敬为着为困苦甲散赤的人升官迄时伊事事亨通这减不是因为伊真正捌我上主安尼讲意思就是讲约西亚在当王的时候约西亚也是有享受也是有住在这样子的王宫当中也有扩充自己的家但是呢伊有照上帝为照上帝命令来行所以呢上帝就给伊祝福给伊事事亨通所以要住豪宅跟敬拜上帝并不是相冲突的而是在于是不是听上帝话照上帝所爱来行17节不过你约雅敬的心目敢若看到家己的利益老无辜的人会悔去欺负压制人民所以约雅敬手下不怜悯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就没有谦卑与神同行18节所以针对约西亚的囝约犹大王约雅敬上主安尼讲
无人会为着伊哀伤讲，哎呀，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无人会为着伊哀哭讲，哎呀，我的主，我的王。所以把人名都点出来。所以这个到底是指历史事件，还是指预言？好，拢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在约雅敬被抓去巴比伦的时候，好所讲的，或是在西底家王的时候所讲。但是呢，这个代志在圣经当中看不到约雅敬原来他后面还有这个大秘宝，就是伊呢，是这样子的王，在历代志列王记看到约雅敬行不义，但是没看到伊的这个贪心，所以耶利米的眼光是因为上帝介意的，可以看见这个约雅敬王，伊安尼来欺压人民，为着家己所以伊无为着困苦的人来伸冤所以今日其中一个金句就是16节，伊为困苦甲散车的人伸冤，迄时伊事事亨通，这敢是因为伊真正捌我上主安尼讲，他为穷苦无助的人伸冤，他一切都很顺利。这是表示他认识上主这个他是指约雅敬的爸爸约西亚。咱继续来看后壁19节，所以无人为哀哭，伊受埋葬，亲像人在带路互人拖走，协出去耶路撒冷城外。他要像野驴一样被人随便埋葬。他最后是被掳巴比伦那也有讲到说这个在圣经当中有不同的记载说约雅敬与他的祖先同岁所以他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又放回来也有这样的可能到底还是他被埋在这个外地，死在巴比伦，就有圣经当中不同的记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段呢，关于约雅敬的指责呢，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当中最严厉的指责之一所以上帝对美人对责备人不管是在做派人包括在君王约雅敬这一段呢，是上帝上介严的在责备讲到伊的在行为然后讲到他的下场然后用他跟他的父亲来做对照。所以咱继续来看20节到23节，讲到耶路撒冷人民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居民就爬上黎巴嫩山大声喊，去巴山大声哭，去摩押的山顶大声喊，甲你隔壁的朋友拢受拍败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到任何的高地这个黎巴嫩的山呢或是这个巴山摩押的山呢都是只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可以看到整个城镇的地方。恁早前安定的时，我警告恁拢唔听，恁对少年就安尼唔听我的话所以拄则第5节有讲这个头前第5节就是讲上帝爱因行公义爱因遵守上帝话，因若听这个国家正常运作，那唔听上帝要互这个所在变做风波所以即马上帝佫讲，拢是因为唔听上帝话。恁的首领会互风吹走，甲恁隔壁的朋友会受掠，恁拢会受侮辱，因为恁的所做拢是歹所以巴比伦果然把这四周围的国家都一起打败。恁住伫黎巴嫩，伫北香茶起的宫殿，恁掠最安全，灾难一个到，恁会亲像非利人吹准痛苦哀叫，就是像在生产当中这样子非常的疼痛因为拢是唔听上帝话特别是20节，你们的首领恁的首领这个所在是指你们的牧人无因为恁的人但是在现代的用意思来翻译所以就没有看到牧人这个字是看到首领还是领袖。然后呢，上帝继续要审判是这个约雅敬约雅敬就是约雅敬的囝一个叫做哥尼亚，所以哥尼亚在和本里面的耶利米书呢，全部都用哥尼亚这个名字但是现在台语现在中文全部翻回来约雅敬伊最红的时阵呢是18岁因为伊的老爸受掠去到伫这个巴比伦所以但是伊最红嘛只有3个月3个月中间呢约雅敬哥尼亚
好，他看到巴比伦，他想要反巴比伦，好，以为翻破巴比伦啊，想要找其他的人来联合，所以让巴比伦又第二次又来攻打，又来教训他，造成第二批的被掳啊，所以在主前597年，好，连日子都有3月16日，好，但是这应该是犹太历啊，犹太历3月16日，好，第二次被掳，好，第二次被掳，好，咱来看这个约雅斤。上主对约雅斤的囝犹大王约雅斤讲：我要指我永远的活命日数，虽然你是我正手的手指印，我嘛要把你拔倒来。就是他是一个正统的合法的继承人，但是上帝不让他做。交予遐个你所惊要杀你的人，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这是指第二次被掳事件。我要将你的老母，将你甲你的老母赶出去外国。去不是恁出世的所在，恁会死伫遐。好，这个他的妈妈叫尼户斯他。好，在列王记历代志下都有讲到他的妈妈的名字啊。好，所以伊呢，好甲生伊的老母，好拢会去到伫巴比伦的所在，恁真爱倒来，毋过永远袂当倒来。所以这跟之前的约雅敬有差别。约雅敬可能有回来，但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没有办法回来，永远住伫迄个所在。上主阁讲，约雅斤兼毋是母亲，兼毋是亲像一块破碎无人要摕，要治的盘啊，是安怎伊甲伊的囝儿查某囝拢受遐甲流亡伫外地呢？第二次被掳当中呢，大批的王公贵族，他的妈妈、他的子女，约雅斤拢受了流亡伫外地。29节，大队啊，大队，要注意听上主的话。好，底下是用2次，原文是3次啊。大地啊，大地啊，大地啊，和合本也是大地，大地，大地啊。现代台语用2次啊。好，2次已经是最高级，3次呢，就是最高级又更高。意思是讲，这块土地啊，土地啊，土地，拢无好。爱好好听上帝话，不只是指这个土地，嘛是指住伫这个土地顶端的人民啊，要记一笔，这个人无好事，是一生拢无成就的人，伊无后代继承大笔的王位，通继续统治犹大。上主安尼宣告。好，其实约雅斤呢，好，我们去看呢，发现历代志上的第3章，他的族谱，他就有7个儿女啊，又生7个。但是为什么底下讲他没有无后嗣呢？无后嗣呢？好，是因为讲他没有人继承他的这个王位啊，所以他被掳到巴比伦。他的上一代，他自己这一代，他的下一代，都被掳巴比伦。好，第9呢，约雅敬这个呢，无法度继续做王，所以等到是约雅敬的小弟西底家，好来做王哦，好来做王。好，所以这是指这个约雅敬哥尼亚，上主安尼来宣布。好，然后咱今日要读的是到23章第8节哦。好，所以23章，好，这也是整段上帝从22章到23章第8节对列王或是诸王的责备，一口气，好把这些王呢都拿出来，好公审哦。23章上主讲，遐个杀害佮赶煞我草场羊的牧者有灾祸啦。好，这个就是原文的翻译，好，是牧者。好，那现在中文呢翻成统治者。好，那所以它的原文就是指上这个君王像是牧者，百姓像是羊。好，所以君王跟百姓的关系呢，就像是牧者跟这个羊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牧者是杀害这个羊。然后将这个羊给赶走，互伊四散，无照顾因，这个牧者有灾祸，关系这个应该着牧养上主子民的牧者，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恁无照顾我的羊，佮甲因赶散，恁着知我要因为恁的歹行为，甲恁处罚。所以上帝一定会来将对这个牧者无好好做因牧者统治这个工作来处罚。总是上主讲，我要组织遐个剩落来的羊，对我赶散因去的所在，甲因带倒来，互因生炭，佮加添真多啊！所以上帝是说，这些被赶散的，包括被掳的，但是上帝要让他们被掳归回，
所以这已经是第二届上帝有应允上帝要互因转来。我要派新的牧者牧养因，我的羊群袂阁失胆惊吓，连一只拢袂失落。这句话真是非常的令人安慰哦。上主会继续派牧者，新的牧者，所以这羊群虽望拄着真歹的牧者，拄着这个无良心的牧者，去用赶线，甚至去用狩猎，甚至安尼摇巴倒，困伫路边。但是上主犹原甲因亲自带转来，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带因到通休困的安息的水边哦。上主安尼宣布。第5节，上主讲：时日得要到，我要互大庇的细虾发一只公义的鸡，以治国贤民，伫这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的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以色列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耶和华其根奴，就是这个字，上主是阮的公义。其根奴，就是是公义的，所以这是一个希伯来文，但是呢，照意思来翻，上主就是阮的公义，是我们的正义。上帝要为我们伸冤，上帝要掌王权不是只有在人的身上所以这段呢23章其实是一个真水的预言，嘛是今日咱做礼拜所要读的圣经第7章。上主讲：时日一个到，人救助的时袂阁讲，我只迄位带以色列出埃及因我的上主救抓。到那时候呢，人不再是指着那个旧约的上帝来发誓。第8节，因要讲，我要指迄位带以色列离开北方的地，离开因，甲因流放去的达国迄位因我的上帝救抓。他们要认识这位带他们离开巴比伦、离开被掳之地、被掳归回的上帝来发誓。所以从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不是只有纪念出埃及，他们还纪念他们被掳归回的日子。所以一直到今仔日，这是因为徛起伫家己的乡土，所以这句话有没有实现呢？完全的实现。今天这些人还继续住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地方，因为上主早就伫亚利米迄个时代已经来预言，来讲起在主前597年，就是离我们现在2600年前，上帝就已经预言这些事情一一发生。今日今集有真侪互咱会当学习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无继续讲落去。但是这个今集包括23章的第5节，够是22章的第16节，拢是今日真水的根据。希望咱会当继续来思想。好，咱今日分享到这，也愿上帝带领咱今日要出门，去到伫这个淡水，也话礼拜行程当真顺遂。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恁，通过上帝伫亚利米书真宝贝的话，对这个列王，就是这个照顾人民的牧者，因的言行举止、所行所做有真侪提醒，也对今仔日阮做教会的这个同工不管是做牧者、做中级对区长甲组长，阮牧养上帝主民的工作工课，互阮有一个更较深的认识。互阮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来甲上帝三角行。上帝，你着要互阮伫即个所在安居乐业，会当伫即个教会永久来徛起。愿上帝你的话甲阮伫地，也甲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社区伫地，也祝福阮今日要去到伫淡水，所有交通结合，所有礼拜活动啉食拢会当真顺遂，也互阮有好的天气，互阮有好的体力。互阮的甲人甲上帝拢有真水的结连，安尼恳求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多谢大家平安，谢谢。谢牧师。
我看见神的爱。